马老，叫好家咯，你做啥子了？这挣钱拿飞啊那里，那飞么子啦？胡萝卜好比较，聪明的叫好家咯，对老老的了。喂，老，那里啊？家好我进都大了，自己学上去那。我家好我进都大了，自己怎么给啊？老人家啦，那里好我进都来啥子呀？几个，你做了。那多少钱呢？那费那费应该冇啊，那老冇啊，我做中澳美女了，人家咯，什么去了？我问大家了，我一去我来这了，他才讲，问大家我今天我没多，哎呀，下午我们见这了，这没风头呀，我家我连老子都黑个毛眼的就说了啊，操给他蛮大啊，中澳美女的救我了。我大桥里，老妹，这个他多桥了，我大桥哪啊？中华美女那不对是吧？对，中华美女给没开呀？到对的，中华美带嘛，还要蛮倒霉白啊。好了，对的，不对，中华美女，喂，管理啊，好热呢。我从哪？我以为你这是我知道家里的，我是一直没人去呀。老，从那不要报废不能，对不对？我接要去哪了？我娘你都要这样，你要都让去了，都娘不理我讲啊！我才丢你到娘，我让给多好，家肯定说人家好啊，有的叫个地人家不理我去呢。你要都让去，那路去有包打，我只要在那个都娘不了不要，中澳美女那个来了，我说中澳美女。